本次演講概述了英國現代生活的主要特徵，涵蓋第四章，一個現代化的繁榮的社會。本章詳細介紹了英國目前的人口結構、文化生活、消遣方式和重要公共場所。第四章，一個現代化的繁榮的社會。I4.1 今日英國多元與人口統計。英國被譽為一個現代化、繁榮的社會。與100年前相比，英國在種族和宗教方面都更加多元化。多民族和多種族社會擁有豐富多彩的文化。A 地理和人口。英國位於歐洲西北部，大陸上最長的距離從約翰奧格羅茨到蘭茲角，約為870英里（1400公里）。雖然英國大部分地區仍是鄉村，但大多數人居住在城鎮和城市。英國總人口顯著成長，從1600年的略高於400萬人成長到2010年略超過6200萬。人口分布不均，英格蘭約佔84%，蘇格蘭超過8%，威爾斯約佔5%，北愛爾蘭不到3%。由於生活水平提高和醫療保健水平改善，英國人口老化，其中85歲及以上人口數創歷史新高。B 首都、貨幣與語言。這英國和英格蘭的首都是倫敦，其他國家的首都是卡迪夫、威爾斯、貝爾法斯特、北愛爾蘭以及愛丁堡、蘇格蘭。國家貨幣是英鎊，英鎊每100便士分為100便士。北愛爾蘭和蘇格蘭發行自己的紙幣，這些紙幣在英國全境都具有法律效力，但商家沒有義務接受它們。除了英語，英語有很多口音和方言之外，威爾斯語在威爾斯使用，蓋爾語在蘇格蘭高地和島嶼的部分地區，以及愛爾蘭蓋爾語在北愛爾蘭。是一個平等的社會。英國依法必須成為平等社會，法律確保人們在生活或工作中不會因年齡、殘疾、性別、懷孕和生育、種族、宗教或信仰、性取向或婚姻狀況而受到歧視。女性享有平等的財產權、結婚權和離婚權，女性約佔勞動力的一半。4.2 宗教。英國歷史上是一個基督教國家。在2009年的公民調查中，70%的人自認為是基督徒，而21%的人表示沒有宗教信仰。其他主要宗教包括伊斯蘭教4%、印度教2%和錫克教1%。英國各地有許多宗教建築，如清真寺、寺廟、猶太教堂和錫克教儀式所。所有居住在英國的人都有選擇宗教的合法權利，或選擇不信奉宗教。基督教教會。英格蘭政教之間存在着憲法聯繫，官方教會是英國國教。英國國教君主是英國國教的最高領袖，坎特伯雷大主教是其精神領袖。多位英國國教主教在英國上議院佔有一席之地。全國教會蘇格蘭是蘇格蘭教會，一個由牧師和長老管理的長老教會，它是不是國教？有沒有既定的教會？在威爾斯或北愛爾蘭。B 守護聖人節。這4個國家各自都有守護聖人和專屬節日。聖大衛日3月1日，威爾斯。聖派翠克節3月17日，北愛爾蘭。聖喬治日4月23日，英格蘭。聖安德魯日11月30日，蘇格蘭。只有蘇格蘭和北愛爾蘭慶祝他們的守護聖人節。官方國定假日。4.3 風俗習慣。A 主要節日。聖誕節12月25日，聖誕節是慶祝耶穌基督誕生的公共假日。人們會去教堂做禮拜，享用特別的餐點，通常包括烤火雞、聖誕布丁和肉餡餅，互贈禮物，並裝飾房屋。節禮日12月26日，也是國定假日。
復活節3月或4月紀念基督的死亡，耶穌受難日和復活節。耶穌受難日和復活節星期一均為公休日。復活節前的40天是四旬齋，從聖灰星期三開始，前一天是懺悔星期二，煎餅日。B 其他宗教和文化慶典：排燈節10月赤線11月印度教徒和錫克教徒慶祝的燈節。光明節11月赤線12月猶太節日，慶祝8天，以紀念爭取宗教自由的鬥爭。開齋節和宰生節穆斯林節日標誌着齋戒月結束，並紀念先知以卜拉欣對真主的忠誠。衛賽節4月14日錫克教節日，慶祝卡爾薩教團的創立。新年1月1日這是一個公共假期，在蘇格蘭，這個慶祝活動被稱為除夕，而且1月2日也是假日。篝火之夜11月5日在英國，人們燃放煙火慶祝，以紀念蓋伊福克斯在1605年企圖炸毀議會大廈刺殺新教國王的陰謀失敗。陣亡將士紀念日11月11日紀念為英國及其盟國而犧牲的烈士，默哀2分鐘並佩戴罌粟花。銀行假日5月下旬赤線6月初和8月還有一些非宗教性質的公共假日。4.4 體育在英國人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，許多著名體育項目都起源於英國，包括板球、足球、網球、高爾夫球和橄欖球。英國曾於1908年、1948年和2012年舉辦奧運。殘奧會起源於英國斯托克曼德維爾醫院。熱門體育：足球是英國最受歡迎的運動。英格蘭、蘇格蘭、威爾斯和北愛爾蘭各自擁有獨立的聯賽和國家隊。英格蘭唯一一次國際賽勝利是1966年世界盃。蟋蟀起源於英國，以奇而聞名灰隼與澳洲的比賽。橄欖球聯盟和橄欖球聯賽非常受歡迎。著名的橄欖球聯盟比賽是6國錦標賽，參賽隊伍包括英格蘭、愛爾蘭、蘇格蘭、威爾斯、法國和意大利。現代遊戲高爾夫球高爾夫運動起源於15世紀的蘇格蘭，聖安德魯斯被譽為高爾夫之鄉。現代的網球19世紀後期在英國發展起來。溫布頓網球錦標賽，它是世界上歷史最悠久的網球錦標賽。英國也是世界領先者賽車運動技術，每年舉辦1級方程式大獎賽。4.5 藝術與文化：英國擁有卓越的文化遺產，涵蓋音樂、戲劇、藝術和文學。音樂，這逍遙音樂會，這是一個為期8週的夏季古典音樂季。以廣受歡迎的逍遙音樂會最後一晚作為壓軸大戲，屆時將演奏愛德華·埃爾加爵士的作品。希望與榮耀之地傳統上，英國民歌經常被演奏。亨利·柏塞爾、喬治·弗里德里希、亨德爾和班傑明、布里頓等作曲家都是英國民歌的代表人物。自1960年代以來，英國流行音樂，例如披頭四、滾石，對全球產生了重大影響。威爾斯國家詩歌節 （National Eisteddfod of Wales） 是一項重要的年度文化盛會，主要以威爾斯語進行。劇院，倫敦的西區被譽為劇院之鄉，享譽全球。這是英國的一項傳統。默劇，這是一部輕鬆愉快的聖誕劇，通常由男性扮演老婦人角色。愛丁堡藝術節以展示實驗戲劇和喜劇而聞名。藝術，主要美術館包括倫敦的國家美術館和泰特現代美術館。有影響力的畫家包括約瑟夫·特納和約翰·康斯特布爾。特納獎頌揚當代視覺藝術。建築學，具有歷史意義的建築涵蓋範圍廣泛，從中世紀大教堂，例如達勒姆大教堂、林肯大教堂，到宏偉的鄉村莊園。17世紀以後的建築師，例如克里斯多福·雷恩爵士、聖保羅大教堂，以及後來的羅伯特·亞當和維多利亞哥德復興主義者、議會大廈，都產生了很大的影響。文學，
包括威廉、戈爾丁、謝麥斯、希尼和哈羅德·品特在內的英國作家曾獲諾貝爾文學獎。著名作家包括珍·奧斯丁、查爾斯·狄更斯、亞瑟·柯南、道爾爵士和 J.K. 羅琳威廉、莎士比亞、約翰·尼爾頓、威廉、華茲華斯和拜倫勳爵等詩人構成了豐富的詩歌傳統的一部分。4.6 休閒。英國人休閒娛樂的方式多元。園藝是廣受歡迎的消遣方式，許多人會在家中打理花園，或租用分配地種植水果和蔬菜。英國著名的花園包括休園和史都華山莊。食物，由於其豐富的文化遺產和多元化的人口，當地飲食種類繁多。傳統食物包括烤牛肉，還有約克郡布丁、英國哈吉斯、蘇格蘭威爾斯蛋糕、威爾斯和亞爾斯特炸薯條。北愛爾蘭電影，英國電影業已經製作出許多商業上成功的系列電影，例如《哈利波特》和《詹姆士》龐德英國電影學院獎 BAFTA， 相當於英國的奧斯卡獎。媒體與傳播，電視和廣播，凡使用電視、電腦或其他媒介觀看電視的人，都必須具備以下條件：電視許可證，該許可證的費用用於資助。英國廣播公司，英國廣播公司 BBC 是一家公共服務廣播機構，獨立於政府。社交生活，公共酒館、酒吧或夜總會是重要的社交場所。在酒吧或夜總會購買酒精飲料的法定最低年齡為18歲。寵物，許多人飼養寵物，例如貓或狗，虐待或忽視寵物是違法的。4.7 景點，英國有15個國家公園，在英格蘭、威爾斯和蘇格蘭，例如湖區和斯諾登尼亞，都是受保護的鄉村地區，向所有遊客開放。許多歷史建築和遺址由國民信託和蘇格蘭國民信託維護。著名地標，大笨鐘，倫敦議會大廈大鐘和鐘的昵稱。鐘樓後來被重新命名為伊麗莎白塔。2012年，倫敦塔，這座建築最初由征服者威廉於1066年建造。愛丁堡城堡，這是愛丁堡天際線上的歷史特色，可以追溯到中世紀早期。巨人提到，北愛爾蘭東北海岸由火山熔岩形成的柱狀地形。斯諾登尼亞，位於北威爾斯的國家公園，擁有威爾斯最高峰斯諾登峰。伊甸園計劃，位於康沃爾郡，擁有大型生物群落，其中種植來自世界各地的植物。倫敦眼，泰晤士河上的大型摩天輪，常用於新年慶祝活動。